Hello，歡迎嚟到量化動力教室啦。咁咧，想同大家分享呢個官方帳號喎，呢個 CCR 量化機械人嘅官方帳號。咁佢由2019年開跑到而家，大概係5年07個月啦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總收入50,803蚊USDT 啦。咁咧，佢就一開始咧就用1萬美元去開跑嘅。咁而家總共就有5萬幾美元嘅利潤啦。咁即係加埋個本金，其實應該有6萬幾喎。但係其實我哋見到佢咧，現階段咧就有3萬幾、3萬4係即係嗰個有效嘅資產啊。咁有2萬幾咧，應該咁講，3萬幾咧係現金，咁另外2萬幾咧就跑緊嘅。呢個叫持倉費用，或者叫持倉喺個倉裡面交易緊嘅，即係喺個交易所裏面交易緊嘅資金就有2萬幾，咁所以2萬幾加3萬幾咧，3萬4咧就大概5萬幾蚊，咁呢個又啱嘅喎，即係大概係本金應該大概6萬幾啦，2萬2再加3萬4係咪差唔多6萬到啊？差唔多6萬到，咁就量化咗幾個幣咧 ，ADA 啦、BNB 啦、比特幣、Doge 即係狗狗幣啦、EOS、ETH 以太啦、Solana、TRX， 咁XRP 啦，咁同埋 Link 佢冇開喎。咁即係話其實最主要都係幣圈頭嗰十大啦，EOS 又唔係啦，後少少啦。不過 EOS 咧，我見到個表現咧，暫時都應該係最渣嘅。咁應該嗰陣時開落啦4-5年，咁一路坐艇。不過佢透過不斷嘅美倉止盈啦，我相信佢開咗美倉止盈嘅。咁呢個係用網格去做嘅，咁所以咧應該都可以慢慢咁樣透過一啲利潤去冚翻啲浮虧啦。所以咧，其實就算你係喺現貨量化裏面咧，就算係有某隻幣有虧損咧，你其他幣主要只要其他幣唔歸零，又或者係其他幣有一個好大嘅波幅，而係冇一個歸零嘅狀態咧，其實基本上都可以用個利潤去冚到浮虧啦。咁我見到暫時係即係冇乜浮虧嘅幣啦，當然係比特幣啦，咁第一單啦，咁BNB 亦都係啦，咁ADA 亦都係啦。咁Doge 就渣啲，即係Doge都係行網格嘅，所以咧佢25發子彈就發咗20發出去啦，即係25單就開緊第20倉。咁EOS 頭先講咗啦，30倉開咗26倉，呢啲都係行網格嘅，睇下知。咁另外呢啲就係佢官方智能嗰個模式㗎啦，因為6單嘅啫，全部即係官方保守就6單。咁行到第4單有 ETH 啦，咁Solana 行到都行到第5單喎。咁睇翻 Solana 其實個平均價都係150蚊，咁以太啦平均價就1800蚊，所以咧其實都 OK 喎，唔算太差喎，因為佢整體咧都係98、99係咪？雖然佢行到第4、5倉，但係因為佢均價越拉越即係點講啊？越拉越即係嗰個整體嗰個虧損唔係算即基本上冇乜虧損咯嚇，因為佢每開一倉佢係以前一個倉位嘅另外即係加多一倍去開啊嘛，1開2、2開4、4開8咁樣開啊嘛，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就係我哋CCR 官方嗰個智能模式嗰個超強嘅持倉能力咯，即係就算跌一大半，即係去到跌到3成、4成甚至5成咧，只要佢嗰個智能補倉係補得夠精準同埋係夠謹慎嘅咧，基本上都可以有個好強嘅保本能力。咁另外 TRX 啦 ，TRX 亦都係頭單啦，話非常之犀利啊頭單 ，XRP 亦都係頭單啦，琴日升咗一陣啦。咁所以見到佢總共即係你睇下佢即係都係而家冇乜點浮虧啊。咁佢舊嘅版本咧係睇到佢有浮動虧損嘅，咁即係浮動金額啦，即係叫盈虧啦。咁就見到咧最嚴重都係頭先講嗰兩隻啫 ，Doge 同埋 EOS， 因為佢哋唔係行官方模式，佢係行網格，即係分咗好多單去平均咁樣入，就唔係網格咁樣，就唔係官方智能咁樣一倍、2倍、4倍、8倍咁樣去補單。咁基本上如果用官方咧，你見到其實整體咧一係就贏緊錢啦，一係就即係都係虧少少嘅啫嚇。咁佢通常官方咧，如果去到整體止盈咧，通常係升5%降翻2%咁樣去出單嘅。咁所以呢度咧暫時去到1點幾%佢就唔會止盈嘅。雖然尾單已經即係譬如話有啲尾單，我見到尾單都好犀利。譬如呢單啦 ，ETH 佢尾單去到10%喎，佢都唔平，因為佢整體咧仲係99%，而佢一平咧就總體4單會出嚟嘅啫，會出嚟㗎啦。咁所以如果佢去到大概我諗係1900蚊度啦，咁就可以將呢4單全部整體止盈，就係咁意思啦。咁 OK，咁俾大家今日
即係好簡單，幾分鐘時間介紹下呢個官方帳號。咁就即係當然啦，咁啊用開佢哋嘅產品，咁亦都可以問佢哋攞個官方帳號嚟睇啦。咁就總共大概係5年半時間，5萬美元嘅收入，大概即係足足有五倍嘅收入喎。即係1蚊賺咗5蚊喎，即係總共而家有6蚊係即係加埋本金有6蚊喎。大家覺得 O 唔 OK 啊？如果大家覺得 OK 嘅話，咁都可以認真研究下。如果你喺幣圈唔知點玩，唔知點樣開始，可以考慮研究下呢隻 CCR 量化機械人。咁啊，本金擺喺主流交易所啦，咁啊絕對唔係話即係擺喺佢嘅一啲私人嘅戶口度啦。咁所以就絕對安全啦。咁就即係基本上都係安全啦，即係起碼都係全球最大嗰幾間交易所啦。咁啊，本金自己控制，咁啊只不過係透過一個對接口去對接呢個 CCR 現貨量化機械人嘅啫。咁啊之後有機會啦，再介紹翻點樣去設定翻個 API 啦，將呢個量化機械人去綁定你用緊嘅交易所，跟住就可以做交易㗎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就分享到呢度為止，下期再繼續分享 CCR 量化機械人嘅其他功能。好，再見。